普通染色片只係簡單染色，無法緩解乾眼症患者嘅熒幕藍光刺激，無法過濾特定有害光，如術後畏光所需嘅琥珀色光譜，無法增強適藥患者嘅紅綠對比度。如果你有畏光、息弱或術後恢復問題，普通染色片只係遮光，但專業光譜鏡片能修復視覺，加強對比及光亮度，針對唔同視力障礙者，有唔同過濾波長嘅醫用光敏濾光鏡。除咗有效幫助白內障術前、術後色盲症、息弱、乾眼、光過敏及夜視適應。對於糖尿病視網膜病變、黃斑病變、視網膜色素病變、青光眼、無症狀體、偏頭痛、癲癇症患者，提升視覺品質，保護視網膜。8種唔同光譜嘅濾鏡選擇，12種顏色針對讀寫障礙。專業光譜鏡片好似視覺修復師，協助術後恢復。琥珀色鏡片阻隔刺眼光線，特殊鍍膜增強紅綠辨識。乾眼、熒幕重度使用者，防藍光加 MV 水晶膜雙效護眼，醫用光敏濾光鏡，仲為特殊光敏綜合症患者帶來希望。DLX 系列憑借特殊專業濾光矯正，有效緩解視覺不適，助力患者改善學習同生活。專業濾光鏡片必須通過認證，而染色片只係好睇。認準光譜透視率報告同眼科醫生推薦，拒絕冇認證網紅護眼片。你嘅眼睛需要科學防護，唔係染色裝飾。唔好讓錯誤鏡片耽誤你嘅視覺康復。瑞士寶專業光敏濾光鏡。